台湾守庙天坛113年自强号岁末送暖活动，18日上午伫庙前的广场举办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卫门警审查作业委托中华日报代为办理。经过严格审查，今年总共有764位通过自强号补助资格，希望伫这个寒冷的冬天，为因送上来自守庙天坛圣众的爱心关怀。今年嘛是总共有700几个人来咱每一个拢有我一个备用金，讲做完的这个金来大家也讲为咱讲为咱这个最后的时间来讲，给咱讲代表咱用上的，代表咱用上的重点性所管理起，咱会当足欢喜的心情，主要的原因。活动期间，民政局长江林煌、社会局长卢宇聪、中西区长蔡家富、议员沈振东、蔡宗豪、议长秘书陈明才也拢到场支持，感谢守庙天坛长期热心公益，帮助绿地。咱上有爱心的天坛，逐天拢有举办着这个自强府的寒冬送暖吼。即届拢总有764户啦吼，拢总开一个人拢有6000块，拢总400几万。虽然这个金额对天坛讲起来有哪毋是足大数字，毋过咧，咱逐天拢会当相向安尼举办，也有上这个难题吼。守庙天坛伫遮呢，虽然嘛做啊足好，毋过咱徐董事长嘛继续咧上看，又甲我问，咱呢台人伫咱的弱势族群，各有啥物族群？这个族群有啥物样的合作？所以呢，我嘛足感谢咱的徐国任董事长跟咱的李干事，伫咱守庙天坛玉皇上帝的保庇之下呢，我咧想未来会愈较侪社会福利的代志，来照顾咱的所有的弱势族群。天坛党干事会表示，每一次卫门警发送，拢是为着圣众爱心甲善意。希望受助者日后会当以感恩的心，将这份温暖传达落去，成为一种善的循环，也鼓励社会大众做伙加入行善行列，让社会更加美好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